你有冇試過同伴侶為咗啲好小嘅事，例如今晚食咩、邊個洗碗，或者對方啲衫劈到周圍都係，就突然大吵大鬧？鬧交嗰一陣，你覺得對方完全唔理解你，甚至佢係故意針對你。你心入邊可能會諗：如果我哋真係天生一對，點解會成日嘈交？係咪我哋根本都唔夾？好多人以為一段完美嘅愛情就永遠都唔會嘈交，但事實係逃避衝突反而係扼殺愛情嘅最大元兇。大家好，我係 KK 師傅，我喺 IG 經營愛情玄學諮詢服務，我會喺呢個 channel 同大家一齊讀愛情心靈書，結合我嘅玄學經驗，幫大家喺書入邊學到嘅實戰技巧應用喺自己感情度。星期一至五朝頭早8點鐘都準時喺度陪你。而家講愛的法則第3部分，療傷，從掙扎中學習。今日我哋一齊講第6個法則，共贏或者共輸。作者阿 J 開宗明義咁話，爭吵係關係入邊不可避免嘅一部分，甚至可以話係健康嘅。問題唔在於你哋會唔會鬧交，而係在於你哋點樣鬧交。好多人鬧交嗰一陣會將伴侶當成敵人，目標係要贏呢一場交，證明自己係啱，對方係錯嘅。但作者提醒話，喺一段關係冇所謂嘅你輸我贏。如果你贏咗呢一場交，但令到伴侶覺得委屈受傷，其實你哋兩個都輸咗。真正嘅愛情係一個團隊，你哋只有2個選擇，一係一齊贏，一係一齊輸。大部分爭吵嘅表面原因都係小事，真正嘅源頭往往係更深層嘅未被滿足嘅情感需求。例如你可能因為對方覆信息慢而覺得好嬲，其實背後係你對被重視、被愛嘅需求未被滿足。又或者你因為佢唔肯洗碗而大發脾氣，其實係你童年嘅時候覺得冇人照顧我嘅舊傷被觸發咗。當我哋明白咗呢一點，就唔會再將伴侶當成敵人，而係知道呢一個衝突係我哋2個人都需要被療傷嘅機遇。作者引述咗著名婚姻研究機構 Gottman Institute 嘅驚人發現，高達69% 嘅婚姻衝突係關係持續而且永遠冇辦法完全解決嘅問題。你冇聽錯，接近70%嘅矛盾可能係一世都解決唔到。例如你好有條理，但佢偏偏好隨性；你中意早睡早起，但佢就係夜貓子。呢啲性格同生活習慣上嘅根本差異，好難完全改變。既然解決唔到，咁點算呢？Gottman Institute 話，最重要唔係解決所有問題，而係你哋有冇能力將爭吵變為有效嘅討論。要做到呢一點，首先要了解大家嘅爭吵風格。作者將佢分為3種。第一種，發洩型，一有問題就即刻講出嚟，我想傾我哋嘅問題，而家我就想傾。佢哋需要即時嘅回應，如果對方唔出聲，就會變得好焦慮，越講越激動。第二種，逃避或者迴避型，面對衝突，第一個反應就係逃避。佢哋會話俾啲空間我需要冷靜一下，需要時間消化。如果逼得太緊，佢哋會有好大壓力。第三種，爆發型，平時好忍得，但一到臨界點就火山爆發，情緒激動，甚至乎帶有攻擊性。最常見嘅災難就係一個發洩型遇到一個迴避型，發洩型越想傾，迴避型越想避，最後變成惡性循環。當你了解自己同伴侶嘅爭吵風格，你就可以學識點樣應對。例如對方係迴避型，衝突發生時，你可以主動話：我俾你半個鐘頭冷靜下，之後我哋再傾。咁樣又尊重佢，又可以安撫到自己。為咗幫大家將衝突真正轉化為連結，最好揾一個安靜嘅環境，或者一齊去散步。研究發現，2個人並肩同行，向住同一個方向行，大腦會自然產生我哋係同一陣線嘅感覺，溝通會順暢好多。第3步，用正面嘅方式去講問題，唔好將矛盾指向對方，例如話你成日亂使錢，而係將問題當成我哋共同嘅敵人。可以咁講，我哋最近開支大咗少少，我哋一齊諗下有咩方法可以理財啊。第4步，當氣氛開始緊張，要停一停，先喺心入邊或者同自己講3個你愛佢嘅地方。呢一個小動作可以瞬間緩和氣氛，提醒自己我哋係因為相愛先會喺埋一齊。第5步，聆聽，最成功嘅談判者，聽嘅永遠比講得多。當你願意靜落嚟，冇批判地聽伴侶嘅感受，其實就係傳遞緊我重視你，我 care 你嘅信息。
第6步，尋求第三方嘅幫助。如果問題真係僵持不下，唔好覺得揾輔導員或者治療師係一件羞恥嘅事。有時一個客觀嘅第三者可以幫你哋突破盲點。講到呢度，KK 師傅想用玄學角度同大家探討一下衝突嘅本質。喺八字命理角度，有時伴侶突然變得脾氣暴躁，或者你哋之間嘅衝突無啦啦多咗好多，未必係感情出現問題，可能係受到流年或者大運嘅影響。每個人嘅大運每10年變一次，流年每1年變一次。當今年嘅八字流年同對方發生衝克，例如子午衝、寅申衝、卯酉衝，就會好似兩股力量突然撞埋一齊，令人情緒變得好波動、心浮氣躁或者特別敏感。呢個時候，如果你明白呢一個只係暫時嘅能量波動，就可以用包容嘅心陪伴對方，而唔係即刻同佢硬碰硬。當你耐心陪佢度過呢一個波動期，流年過去，能量回復穩定，反而會更加深厚，就好似經過風雨後嘅樹木，個根扎得更加深。總結今日嘅內容，衝突並唔可怕，可怕嘅係我哋用錯方法面對。記住，喺愛情入邊冇所謂嘅你輸我贏，只有共贏或者共輸。當你能夠將每一次嘅爭吵都轉化為深入了解對方，提升自我嘅契機，你哋嘅愛情就會喺一次又一次嘅磨合中變得好堅固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發現自己成日同伴侶嘈交，陷入一個死胡同，覺得好攰，甚至懷疑大家夾唔夾，歡迎喺 IG 揾 KK 師傅做一個奇門遁甲諮詢啦。下一集我哋會探討分手問題，點樣喺失去愛情嘅時候重新揾翻自己。我係 KK 師傅，我哋下一集朝頭早8點鐘再見啦，拜拜。